后来继续来看台中逢甲大学新起的学生宿舍是有够豪华，有几种的房型，其中家庭式的宿舍竟然是楼中楼的设计，有大片的落地窗，有旋转的楼梯，进行5星级的饭店。1楼的公共空间就是交誼厅，嘛是有够舒适，有碰椅，有健身房。讲这个上贵的楼中楼，一个人1个月租金9000块，虽然贵，但是也是有真侪学生烧者抢要大。楼中楼空间真宽，有柴地板，充满着工业风，规大片的落地窗，让这个房间特别光。另外一方面，有旋转的楼梯，节省空间的设计，嘛提升房间的高级感。1楼的公用区域有专业的健身房，加休闲的所在，有自助的洗衫区、烘衫的所在，拢是全新的装潢加现代化。这毋是星级的饭店，嘛毋是什么俱乐部，是逢甲大学的学生宿舍。比较便宜，住起来很舒适。觉得这个大厅就是看起来蛮高级的。我觉得如果以这个价格能住到这种环境，算是不错的。有真侪房型，楼中楼是家庭式学生宿舍，有4间个人房，一人1个月租金是9000块；4人的套房1个月租金是6600到8004。更较俗的嘛有4人雅房，一个人1个月租金是2900。学校讲，愈贵的宿舍设备愈侪嘛愈抢市，套房的中签率敢若100%。男女宿的话，会希望可以就是让大一新生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那个住宿啦。如果是旧生的话，那就是需要抽签。同款嘛是非常真新鲜的学生宿舍，中兴大学改建男生的宿舍是日本风格，一体成型的房间加册桌啊，前卡个另外运用空间。若女性宿舍是4人套房的设计，搭室分离嘛真抢市，一个人1个月租金较免3000块。大学改建的新宿舍价钱虽然比英国较贵一丝啊，也不过甲外口学生个人的套房1个月平均要6、7000块比较起来，依然真有竞争力。